位街坊，你哋咁想用啊？喺坦洲呢度居然可以揾到7980蚊嘅一個精裝修嘅一個新樓嚟嘅，而且可以睇到南北通透嘅戶型設計嚟嘅，非常之通光舒適嚟嘅，三個山真係唔錯嚟嘅。呢個價錢應該係新樓現樓中係最平嘅啦，而且你入門呢個位置花園咧係全部贈送俾你嘅。起碼都係差唔多10個風左右啦，而且呢個空間咧非常之大，105風居然有差唔多4米嘅空間嚟嘅，呢個空間同130風嘅空間差唔多嚟嘅。最主要係咩咧？係你睇下呢度啦，非常開揚嘅一個視野啦，一望無遮擋同埋非常開闊嘅視野嚟嘅。樓下就係我哋嘅小食同埋我哋嘅籠中加餸嚟，非常之方便嚟㗎啦。手上嘅12.3個預算咧就可以入手咁樣個大新房啦。最主要現樓現證嚟嘅，做即買即收樓啦，非常之唔錯，唔使你去裝修咁辛苦嚟㗎。最主要呢度咧，每設計同我哋商場都係非常齊全嘅啦。樓下就係我哋學校嚟嘅，唔使你擔心接送嘅問題啦。20分鐘就去到香港關口同埋廣北關口嚟嘅，非常之方便。每個只要俾2000蚊到3000之間就可以入手啦。你會唔會考慮下？